国会这款修法的实现案，宪法法庭今仔召开言辞辩论，早起将对总统的国政报告、人事动议权、佮立法定数、反质询等规定来辩论哦。针对陈清芳主张讲讨论无够的部分，那民进党的代表是强调讲，相关的议题，民进党立委的发言计共是有1068分钟，唔是无讨论哦，是无共识。 国党派立委大电视当在出现伫宪法法庭，因为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的涉宪案，初六召开严肃辩论。但是呢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了，占领主义台用举手表决，这不是违宪，什么才是违宪？如果认为此等行为有违宪或违法，那建议他们可以提出修法，但在修法通过之前，请一律依照议事规则办理。 国会这款修法为民进党团、行政院、各个总统拢小连线声称实现，甲立法院那边立委伫法庭直球对决。早起调的重点是总统国政报告、人事动议权、立法定数甲反质询等规定。立法院当然得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，但不等于可以修法就可以总统在宪法 没有的义务。我们宪法诉讼法针对有关于总统行使职权所适用的法规范两不相涉。那因此，就这个争点本身，行政院跟总统根本就欠缺申请的适格。行政院主张立法定数有欠点，多数条文防没收，无妨实质讨论。 最后，佫开始采取无记名投票，种种行为已经违反上低限度的讨论审议。也毋过，若被定名反批，为全部委员会到调查协商，民进党立委发言有1068分钟，毋是无讨论，是无共识。也就是点出问题的逻辑跟情境预设，以及蓝色的部分厘清问题争议，它都是为了政策辩护沟通、厘清责任政治所必要，可是却落入反质询的 质疑。反质询呢，是我国法制上已经使用了20多年的用语。被质询者呢，跳脱了被质疑跟被诘问的地位，对询问者呢，质询者去诘问、质疑、攻讦。在反质询上，也是激烈攻防。申请方指出，定义无明确。不过，另外一方律师认为，咱国法制、外国立法拢有反质询，无违反法律明确性的原则。即摆为立法定数讲有明显重大欠点。 甲各项条文敢是有违宪，拢是重点。双方激烈交锋，规场的辩论庭有继续规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